到了，我嘛录，我来你看在电视看到。那不是幻觉，那不是幻觉。所有参加的伙伴，各个美女们，赶快回到。我们议员郑进雄议员啊，荷兰白不学，还有我们翁家豪主席啊，相关的总干事，还有那些代表，各位委员、前会长，各位老师，女生嘛，女生来，我们今天很荣幸啊，代表我们美县长来看这边，来参加我们朝溪国小同学100周年校以下九办一个亲子活动来暖身哈。那11月23号啊，正式啊会办理我们这个朝溪国小的100年校重道远。但是现在说实在的，老师和校长都不忙哦，你们辛苦了哈，祝你们佳节愉快，也祝今天的活动圆满成功，大家都心想事成，顺心如意。谢谢各位，谢谢副县长的1、2、3、1、2、3、9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是欢迎我们社工乡的大校长刘锦昌刘乡长。看我们的方老师为我们来看这台穿蓝色衣服了，3、2、1，赞！大家比个爱心好吗？啾咪哦，今天很辛苦哦。3、2、1，啾咪！今年的11月23号是朝兴国小的100年校庆哦。那校方啊，今天先办一个这个亲子的路跑活动啊，先来为这个100年校庆暖身哦。那100年的朝兴国小100年的不容易哈、然后10年4好，幕各位长官、各位来宾，一世我们纪啊活动，100年啊，经过多少的前人的努力啊，才有今天的成绩。那我今天特别代表国会美县长啊，来恭喜我们朝兴国小100年的海军陆战队要来参加同时啊，我们这个朝兴国小这100年啊，孕育了很多社会上杰出的人才哦，包括我们全国农会的理事长萧景元哦，包括我们现任的这个社头乡代表会主席翁家豪主席，还有我们前教育部次长林昭贤等很多杰出人士，都是我们朝兴国小毕业的哈、那未来啊，期望啊，我们这现任的校长萧建志萧校长能够带领啊，我们朝兴国小这个校务啊，更加蒸蒸日上。那我们培育更多的社会杰出人才，在这里啊，再次恭喜啊！那今天也是我们的教师节，在这里啊，筹备会主委所有天底下所有的老师啊，代表教师佳节愉快。真的开始在倒数计时了，请各位任务啊任重道远啊，教育是100年基业啊、那希望大家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啊，全力以赴、全心投入啊，为我们做更多的杰出人士吧。谢谢。谢谢，好，来，我们。